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初5，诗篇84篇60到70安尼讲：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，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。还有秋天的雨的福气，甲伊盖满。因若行，快乐若加添。逐人到锡安，朝见上帝。三甲来祈祷，互流目屎的山谷变做水泉的所在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、至圣、至尊的全能上帝，主啊！你是至疼、至善、至真的慈爱天父，主啊！你的名伫全地到遐悬大，全地拢要来尊你做大。囡仔徛起伫世上的，拢要敬畏你，也要来称颂甲学罗你的名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！伫世上虽有苦难，阮就伫苦难中哀求你，你就对阮的患难中牵救阮。主啊！阮虽然经过流目屎的山谷，总是你要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，还有秋天的雨的福气，甲伊盖满。主啊！阮若行，快乐就免若加添。逐人到锡安朝见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